看似平凡嘅日常工作，其實喺不知不覺間照亮緊身邊嘅人。作為一位公共健康護士，最觸動我嘅往往係一啲脆弱時刻裏面人與人之間嘅真實聯繫。記得有一位媽媽因為 BB 黃疸需要成日返嚟覆診，佢每次都係自己一個人嚟，睇起嚟好攰，每次餵 BB 嗰陣都手忙腳亂。有一次覆診嘅時候 BB 係咁喊，唔肯埋身食奶。不如我幫你抱住 BB 先啦。我係咪連餵飽佢都做唔到啊？你挨住我休息一下先啦，唔緊要嘅。不如我哋再睇下 BB 食成點啦。BB 終於肯食啦，姑娘，多謝你當日唔係淨係教我餵奶，而係先接住崩潰嘅我。因為你，我相信我可以成為媽媽。原來護理最深層嘅意義，有時唔一定係治療或者教導，而係喺人最脆弱嗰一刻，作為佢嘅同行者。而母親嘅韌力，往往就係喺一次脆弱嘅時候，只要被溫柔咁接住，就能夠靜靜咁長出力量，